好啦，咁港股咧去到全日嚟講咧，都係冇乜太大方向嘅。咁資金咧集中追捧咧個別板塊。咁見到大市高開29點之後咧，倒跌過94點，落翻係21,200嘅邊緣。咁下晝呢一度咧，本來都升過咧90點嘅，不過好可惜啦，就歐洲股市咧早段翻嚟就係偏軟嘅，咁拖累恒生指數升幅收窄。咁終於收市嚟講微升9點，做21,312點收。咁成交都係比較奀啲啦，只係得484億幾嘅啫。好啦，咁睇睇咧活躍港股嘅走勢，排第一位騰訊啦，咁破頂收市嘅，咁升成8個4。咁但係網龍嚟講咧，咁見到咧就話出售咧呢個91無線嘅業務之後咧，咁市場反應比較偏淡啦。咁見到都挨近翻低位收，咁跌成咧超過5蚊啊，跌成2成1嘅。咁至 A50跌2個先啦，咁建行跌2先，咁工商銀行咧都係跌2個先。好啦，其5隻情況點咧？包括有呢個中移動跌3毫啦，保利協鑫咧都升到成6% 收。咁中國銀行跌2仙，匯豐跌5個先，中海油咧就升1毫子嘅。咁其實咧下晝嚟講咧，見到一個板塊咧走勢幾好嘅，就係基建鐵路股啦。咁就有報道提到內地嘅鐵路固定投資可能會超額完成啦，咁帶動咧就中國鐵建啦、南車時代啦同埋中國南車咧升幅都介乎1%至到3%。咁反為水泥股嚟講咧，咁日前都炒過啦，但係今日咧就普遍回吐。咁中國建材咧跌翻4%嘅。我哋聽朝再見啦。